大家好，我是拿过 Shadowverse 台湾公开赛冠军与季军的卡牌游戏玩家柠檬一只。今天我要来回答网络上关于卡牌游戏的问题。真的卡牌玩家都臭臭的吗？其实我对卡店的印象蛮好的，虽然有时候会有点臭臭的啦。但是我觉得是蛮少的状况，我觉得卡店有越来越好的趋势。我其实都玩线上版的卡牌游戏居多，然后私底下跟卡友见面的时候是不会觉得他们臭臭的啦，他们都有洗澡，他们很棒。在 TC 区这个深坑里花了多少钱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我其实在这个坑里面待了8年，我其实大概只有花3万而已，三万应该还好吧，对吧？在完全没有卡牌游戏的基础情况下，如何快速上手一套卡牌游戏？那我觉得卡牌游戏的核心概念就是它就是策略游戏。那你首先你要先知道你自己会如何赢，你这套牌要怎么运行，要怎么打，要怎么展开之类的，这是你要先学会的一件事情。然后我们再讨论到对手会如何去应对，然后你要让他比较难应对一点。简单来说是这样啦。想要免费玩线上版卡牌游戏，但常常资源不足怎么办？我觉得线上的卡牌游戏很常对新手不太友善，就是资源会比较有限的问题。那我的建议是你只要玩单套的卡牌，就比如说你先看好了，我要玩就是这套卡牌，那其他卡牌就是先放掉。大多数缺资源的状况都是因为你想要玩多套卡牌，或者是指定要某一套卡牌才开始玩的状况下。那建议是只先玩单套，看你抽的怎么样，然后开局弄资源。怎么办比赛？我觉得办比赛啊，规模是有大有小，看你是想要办怎么样的比赛。那如果你是跟卡牌不熟的，还是想要办看这种比赛的话，建议是找有卡牌相关经验的人来去询问。卡牌游戏的规则其实蛮多的，如果你是想要办实体版的，那实体版的可能规则更多之外，也需要动用到蛮多的人力的。比赛是有主题的吗？例如只能使用某系列的牌组比赛，我觉得要看每个人办比赛的状况因为确实是某一些会有主题的。那我自己参加的这个 Shadowverse 公开赛的话，是没有主题的，但是会有退环境的问题。我们会以最新的5弹卡包进行对决，事先知道对手是谁的状况下，会去研究分析对方的惯用牌组吗？答案是会哦，因为这样子可以增加胜率嘛。除了研究对方惯用的牌组之外，我其实还会研究对方的习惯。但是其实在我参加的正式的比赛里面，我们都是需要教牌组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在赛前就知道对手会带怎么样的牌，可以提前去做练习。想问平常会看相关题材的哪一位 YT 的影片？另外有没有在做这方面的 V？其实我平常如果要看卡牌影片的话，我都是看职业选手的记录档。我会直接去跟直播。那如果是 V 的话，我还是建议依照你自己喜欢的游戏来去看这个游戏有没有 VTuber 玩好了，因为其实卡牌游戏圈真的很小。对，如果你有认识到，欢迎跟我说，我想认识。卡牌游戏互相轻视的情况真的有观察到吗？如 A 游戏歧视 B 游戏，B 游戏歧视 C 游戏。我是觉得还好，如果以游戏来去归类的话，倒是还好。但是我看到是比较常有是卡牌玩家对玩家的不开心，主要是品性的问题，还有态度的问题。像是我自己就很不喜欢那种打的不是很好，但是会一直疯狂怪牌顺、怪运气不好的玩家。我觉得这个你还是多练练吧。
请问像是 PTCG 或是游戏王这种有线上游戏版本的，推荐先接触线上版再尝试实卡吗？还是规则上会有不同？我记得 PTCG Pocket 是简化过的，游戏王的话 Dual Link 是简化过的，而我觉得还是看你自己的方便为主。那有些线上版会做的比较简单一点，让新手玩家好入坑。新手可能就是可以透过线上版的来多了解这个游戏是如何操作，如何运作，还有它的规则是什么。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版本，或者是你手边的资源有什么来做判断。TCG 会不会很难入坑？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玩什么游戏都是需要有一个人带你。那我当初其实是没有人带我的，我当初就是义无反顾的就闯入了这个 TCG 圈，是大概待了1到2年之后，开始认识了一些玩家，然后组成一个小圈圈，后来又加入了战队，才开始慢慢的有精进我自己的牌技。我觉得有人带你还是最重要的。准备比赛的时候会事先准备好一副牌组带出门吗？还是会把自己所有的牌全部带着，等到比赛前夕再组？我没有打过实体卡牌的比赛啦，但是如果对我来说，要我在比赛前夕才组好一套牌，有点太仓促了。像是一套完整的卡组里面，可能就是会塞几张的奇效卡或者是针对卡，前提是要有空间的。这种东西可能才是比赛前期会做更换的卡牌，可能就是里面的1-2张。比赛前除了练习自己牌组注意环境外，还有什么需要注意跟准备的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都市传说，就是打比赛前是不能打牌的，但是你可以去看看你自己做的攻略笔记或者是复盘。但我觉得重要的还是你要调整好你自己的心态啦，心态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遇到状况叫裁判有需要注意什么吗？有没有遇过能力不够判错的裁判？这时候该怎么办？我是没有遇过裁判判错的状况，但是之前有遇到一件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有一名选手他自己快输掉了，但是他检举自己带了异化的卡牌，然后当时的规章是说不可以带异化卡，如果带了异化卡就要让1分。然后裁判其实通常都人蛮好的，通常都会从轻来判。然后当初裁判就是判了重赛，所以他明明就快输了，但是判了重赛。这件事真的超怪的。希望今天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，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我的频道，耶！我通常都会玩卡牌游戏，然后聊聊天。那游戏的话就是什么都玩，然后会玩一些我自己有兴趣的游戏。最近有新开一个 YouTube 频道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我哦。那祝大家打牌顺利！